九龍城，香港嘅多元文化之城，而將經歷100億規劃變天。恒基兆業地產成活化先機，於南角道上塑造站前新地標，開創城心新面貌。南首8 South Park。南首毗鄰佔地逾245萬平方尺嘅九龍城100億規劃，包括規劃中嘅綠化行人步道、市集廣場、聯用大樓及門戶廣場等，接通1000億啟德發展區。2條規劃中至少18米闊綠化行人步道，原有多國美食餐廳、咖啡茶座、休閒小店，打造小街飲食文化區。市集廣場將提供文化節慶嘅廣闊空間，暢遊喺城心嘅享樂大道，感受多重文化。規劃中門戶廣場塑造景觀開揚嘅休憩門廊，串連全長約1500米而建嘅時尚地下購物街，直達啟德綜合發展區。於郵輪碼頭、海濱公園及體育園躍動姿彩活力。南首位處港鐵宋皇臺站前，6站內暢通9線，駕車約15分鐘，輕鬆接通3大 CBD， 配合半小時跨境圈，順越大灣區。頂尖學府雲集嘅41校網，昂首踏上天賦前程。東九文化中心以及多個文藝熱點，昇華文化氣質。南首由3大國際級團隊聯手打造，流線型設計前衛建築，寫意商會所編織生活瑰麗。100億活化，全城豐盛，開創站前新地標，城心新面貌。Advancing the new cityscape， 南首8 South Park。